这大家平安。这几天我那是真热的啦吼，但是大家应该有感受到早暗天气有较凉啊，吼。时间其实过了真紧啦吼，咱已经过中秋，慢慢啊就要来到迄个冬天啊，所以请大家呢，气候甲温度吼变化，大家要小注意一下吼。好，咱来做一个祈祷。阮伫天天拜拜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即是要开始礼拜，求主你保守规场礼拜拢顺遂，也求主你开阮的喙来大声学你，也开阮的耳孔来听传道今仔所讲的道理。同时也求主你开阮的心灵，或者道理甲你的教示会当刻条伫阮的心底。求主你帮助阮。阮听了道理了后，阮搁爱去行出来。求主你帮助，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好吼，好真好的天气啦吼。疫情咱像嘛无啥消息啦吼，所以。咱真欢喜，搁转来到上帝面前吼。其实，我听到一个加拿大的朋友吼，伊讲因其实嘛足久毋捌去教会啊啦吼。结果因的方法是安尼，一个家庭会轮着一礼拜，礼拜日迄天你去教会点蜡烛，伫遐做礼拜，敢若你的家庭。伊讲去到遐的时，蜡烛点来讲，目屎流袂停啦，吼，讲。毋捌体验着讲遮久无去礼拜，转来到教会即个心情，所以咱即摆有法度做伙组织一只，我想咱来真感谢上帝，咱做伙来真欢喜。咱来练咱今日的诗，第一首圣诗547首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。咱真熟的诗啦吼，所以咱小甲溜过吼，咱了解者圣诗547首。来，做来第一节。有主带我到彼当行，将顺福塞引类路途，互我有你有力承担一切着我艰难困苦。第二节，赞我高扬。堂的话，高举感化那笑的心，赞我做起自转下步，带人来信求主福音。咱的声听起来，咱像逐工拢来礼拜堂咧唱这首诗歌的感觉，无迄个讲足久啊，无来礼拜堂。所以，咱这首诗其实真好的祈祷的诗啊！恁若看内底的词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，谦顺服侍人类路途。第二节伊讲啥？赞我高兴听堂的话，高举感化那照的心。其实伊这个歌词真，我哪讲，深深打动咱的心的一个歌词。所以咱唱这个时嘛莫伤凉水啦吼。所以，咱过来，唱圣诗就是安尼，甲唱甲有感觉，这就是咱唱诗，经用唱诗来当作咱的祈祷。第一节过来这边。有主带我到彼当行，谦顺福塞引类路途。互我有你有力承担一切着我困苦。第二节，赞我高扬听堂的话，高举感化那照的心，赞我做起自转下步。带人来信求世福音。
好，咱过来练另外一首圣诗163首，这嘛是咱今日诗歌吼。圣诗163首，听堂献情，愿欢迎你。哦，咱礼拜大圣，咱欢迎圣神来甲咱中间。来，听堂圣神愿欢迎你，听堂圣神愿欢迎你，用你圣血温柔的我，但愿放下一切。地上山，春相秋，心切切渴慕，听堂圣神，听堂圣神，听堂圣神，欢迎你来。第一节搁唱遍。愿欢迎你，听堂圣神愿欢迎你，用你圣血温柔的我，但愿放下一切地上山。相秋，心切渴慕，听堂圣神，听堂圣神，听堂圣神，欢迎你来。第二节，听堂圣神，愿欢迎你。听堂圣神，愿欢迎你，用你血凝记了你家，从你心意教导，你情定你，愿顺他，阮对你。听堂圣神，听堂圣神，听堂圣神，欢迎你来。哦，这咱第二首诗啦吼。啊，其实头拄迄条诗歌甲这条诗歌，其实唱起来气味拢完全无共啦吼。啊，这就是咱神圣诗主张的这叫做普世价值，就是逐位的圣诗，咱拢来甲吟看卖吼，啊，逐种方式来敬拜上帝吼。好，咱搁来看圣诗478首，478首，听堂上帝和平人君，这咱的乐诗啦吼。即个月拢啊，所以即摆应该真熟啊。咱第一节来个唱一遍吼。听堂上帝和平人君，天地真正万福，做动人类无限罪孽，向世界和平，困求主，主给你个分心，听听梦万心。修出世界和平。第二节，求主带领查前作为，同归列所共体，消毒。
心情，想出世界和平。阮求主拄起阮本心，聆听满我心灵，总一切互咱前进，想出世界和平。这首诗歌的来源其实是真趣味啦吼。这个曲是韩国人做的，一个韩国牧师，伊一世人做千几首的这个圣诗，所以因编辑委员感觉这首诗旋律真好听，就找词来甲配，找什么词呢？找一个英国，伊写一个英国1861年 Henry Baker 伊写的诗。伊写的诗要下这条歌，佫无啥下，所以佫请新学院，当时新学院的这个老师或者梅家韵，佫甲改写，再甲倒起来。所以咱即摆唱的这首诗，英国词，台湾人倒的，佫一个台湾老师倒的，佫一个韩国的曲，这就是普世价值，就是咱逐项甲揽做伙。这首诗歌咱练足久，但是这首诗歌其实478首，抑个是478首的米，写伫隔壁来，咱迄个车音控是478最后一页，470首，470最后一页，这个的最后一页，再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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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478首米有另外一段词，这段词是同款一个英国人做的词，2000块一年。为什么做这个词？这是911了后，伊做这个词出来。911了后，伊感觉世界为什么这么无平静？根据罗马书8章31节讲。上帝若为着咱脊椎，若为咱上帝若徛伫咱这边脊椎抵挡会掉。这首诗歌其实是对遮出来，但是你看伊诗歌每一节所讲的话，第一节伊讲上帝活咱这边，即咱通常咱拢想上帝拢活咱这边啦，咱求上帝活咱这边。第二节你看。伊写啥？伊讲上帝活对伫迄边。伊讲你要想清楚，有当时咱的上帝是活对伫迄边。啥人活对伫迄边？是因为咱无徛伫上帝迄边。第三节伊安怎讲？上帝听咱，徛咱两边。上帝听人对两边是公平的。第四节伊讲啥？暂愿明白怎样搁好。所以伫911的是西方的观点，就感觉你这阿拉伯人是安怎做这件代志，但是伫阿拉伯人的观点，可能是完全无共。这首诗其实，我感觉478米这个词，互咱真好的一个提醒。咱其实就是讲，这个米这个词，咱若甲套入去，嘛是会唱的啦。这首诗歌嘛是会唱的。但是因为咱的教会这个谱内底无啦，所以这个甲咱大家来分享。好，478首，第一节咱过来唱一遍，咱唱原来的第一节478第一节。听他兄弟我的灵魂，用几针剑万户，做东因为无万罪孽，修赎世界和平，困求主鼓起万分心，听听莫乱心念。咱合个一遍来，困求主拄起万分心，聆听莫怨心念，
切波澜战争，守护世界和平。这咱必办先来敬拜上帝。咱得到帮助是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既若求救耶和华的，耶和华甲因亲近，就是亲近遐个诚实求救伊的。即时，请咱做伙掀开圣诗第478首，听从上帝和平人君。圣诗第478首，听从上帝和平人君。听从上帝和平人君，停止战争怨恨，阻挡人类武办罪行，想使世界和平。恳求主除去怨恨心，用疼满贯心灵，终止一切苦难战争，想使世界和平。请咱徛起金泉手。Good.
大家请坐。这时，请咱同声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来祈祷，请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市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大家掀开着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的所在，启应文第53篇，米迦书第6章，咱做伙来启应。启应文第53篇，我着做啥物就敬上帝，来敬拜至尊的上帝。上主减会欢喜，清清食公的羊，也是万万条溪的油。人啊，伊有指示你啥物是好，着诚诚公义，心存慈悲，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。这时，请咱掀开圣诗第163首，听唐圣神，愿欢迎你。圣诗第163首，听唐圣神，愿欢迎你。听唐圣神，愿欢迎你；听唐圣神，愿欢迎你。用你圣火运行伫阮，打阮放下一切地上所爱。伸双手，心切切渴慕。听唐圣神，听唐圣神，听唐圣神，欢迎你来，请大家起立金转手。你
大家请坐，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一礼拜的看顾，你赏赐互阮美好的中秋假期，互阮通好休困，甲阮的亲人、朋友沟通。虽然全世界，包括台湾，即马还阁伫咧一个疫情变化的状况，毋过过去一礼拜，台湾病毒的传播也有受到控制，无新的本土的病情传出。感谢主的看顾，阮感谢主竞选阮做主的囝儿。你互阮每一个人一世间的时间来经历主你的恩典，合适你的款式。毋过人生有足侪的挑战，阮时时拢有可能跋倒，来行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。主阮软弱，恳求你赦免阮，求你纪念耶稣基督为着阮钉死伫个十字架顶头的疼，为着安尼，求你来赦免阮。主啊，求你无互阮有犯罪的机会来得失你，用你圣手来扶持阮，互阮会堪徛喺上帝的面头前，甲你长头对面，阁时时有上帝的疼，圣神的陪伴，互阮伫个即世间袂孤单，会当伫个主的创造中超找你对阮的好调，也伫个生活中来实现上帝你对阮所喜爱的，就是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、谦卑甲阮的上帝三甲行。主啊，阮相信你是一切掌权的。即马全世界的疫情还阁伫个传播，病毒伫个转化，台湾疫苗注射的人数也阁伫个增加。毋过，除了 COVID-19 对身体的威胁，其实阮的生活中嘛有足侪动荡。社会科技伫个进步，足侪少年人却看袂到因的未来。产车还阁有富裕的差别愈来愈大。台湾甲中国紧张的关系，遮的问题等等，拢互咱人的心无通安宁。主啊，阮恳求一个公义的社会会当实现。伫阮拄着侪侪困境的中间，愿主你的疼，会当深深安慰每一个人心中所欠缺的梦。阮教会也有足侪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，特别是长期爱面对病痛的，求主你来医治，也互因袂伫个即个过程失去喜乐甲愿望。主啊，搁一遍，你呼召阮来到你的面前，即时阮嘛放下一切，阮要超找你。愿你的话语成做阮头前的光。今仔日礼拜，也互阮搁一遍决心要来行主你的道路。愿主你的圣神感动阮，阮将礼拜自头到尾恭敬交托。愿你呼召阮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头前。阮安尼祈祷恳求，拢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。阿门。即时，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，记载伫个米迦书6章第6节到第8节，伫个咱旧约圣经的1029面。米迦书第6章第6节到第8节，
咱着我来读。我就近耶和华跪拜至悬的上帝，着用什物啊？着用小祭，也是满年的羊仔来就近伊吗？耶和华欢喜清清食的公羊吗？也是万万条溪的油吗？我着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吗？为着我心内的罪恶献我本身所生的吗？人啊，伊捌指示你什物是好。耶和华爱你什物？独独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甲你的上帝三甲行。圣经读到遮，即马咱请迦纳团契来献诗，因所要献的诗是新圣诗第305首，我的心神你着唱歌。即时要请黄传道来甲咱讲道，今仔日的题目是行公义，心存怜悯。兄弟姊妹平安。咱今仔早起，咱阁经历一摆花莲地区的地震，感谢上帝保守，咱拢平安无事。咱三甲阿头来祈祷，特别阮的上帝，今日早起的山摇地动，阮感谢你的保护看顾。阮通安然过渡。我嘛要感谢你的施恩赐福，互阮伫严酷的疫情中间真稳定来恢复，恢复阮的平安健康，嘛恢复阮通阁转来到你的殿前，阮亲耳要来听你的旨意，求你将你的话来养持阮。来，互阮得到把握，阁来得到终身的快乐。我们将煞接的信息的时间，恭敬仰望，求主保守引带。愿咱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今仔要用
心存公义，行公义，心存怜悯一个题目，要来探讨米迦这个先知伫当时对以色列民因的勉励，甲要来敲吹这个上帝话语，对咱即卖疫情有啥物款的启示？米迦书第6章甲第七2章呢，伊是上帝在责备以色列人，因贪心腐败，背逆上帝的审判。其中伫第6章的第3节甲第5节，会使讲是规本圣经上界互人感动的文章。伊就是上帝用问的方式来反映讲，上帝较早对以色列人民的温柔的疼，甲迄个深深的关怀，希望来终止迄个时阵以色列人民的背逆，甲对上帝的对敌。佫接续的第6节甲第7节，就是以色列的人民，伊对上帝的审判来提出因家己的辩护。伫辩护的线接的第8节，就米迦就伫第8节来讲出了上帝对人民伊上界基本的生活上的要求。这段第8节的经节，就是咱常常所应用的经节，因为伊其中就是讲到咱基督徒生活应该遵守的2项上界基本的准则，伊就是公义甲怜悯，而且呢，佮迄阵谦卑的心来甲上帝同行，具体来落实来实践这2个生活的准则。既然咱讲是生活的准则，所以讲，就是生活上咱的标准。生活上的标准，就是爱伫生活中，咱来活出来，这个上帝的要求，这个就是上帝伫今仔日的经节，甲咱所提出来的要求。那么对旧约到新约，圣经一直拢强调，就是讲咱的信仰必须要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爱实践出来。就若像我拄来文山教会无偌久，我用信心行为的信息中间所讲的，我的兄弟啊，若有人讲伊家己有信心，却是无行为，安尼有啥物路用？这信心敢会使甲救吗？若是有兄弟姊妹，伊赤身裸体，佮欠缺即个日常的啉食，因中间若有人对伊讲，你着平平安安去，你着穿好烧，你着食好饱，干那嘴咧讲，无互因身体，无互因的欠缺来提供啥物款的帮助，安尼有啥物路用啊？这就是咱定定咧讲的，信心若无行为，就是死的。这记载伫雅各书第2章14节甲17节，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。这咱定定伫嘴里安尼咧讲。其实伫生活中，咱来活出这个信仰，这毋单单是咱圣经伫讲。真侪正派的其他的宗教，嘛是拢有所安尼强调。伫民间的无共款的宗教的人甲人咧开讲当中，咱会定定听到讲，信啥物教拢好，所有的宗教拢是咧劝人做善事。如果若是安尼，是毋是伊去
做善事就好啊，伊敢着来信宗教？其实，老人安尼去讲，伊虽然口头上咧讲信啥物拢好，其实伊心内咧想的是讲，我靠我家己就好。所以咱发现，社会上一般的人，因是将伦理道德甲宗教信仰因来分开来看，所以讲因注重这个道德甲伦理。啊，对宗教的态度，因可能是嘴讲好，这宗教真好，但是其实因心内并无接受，所以讲，因认为做善事本身就好啊，所以讲这是一种道德的行为。啊，这就是因要做，因要去做，因有心要做。哦，这社会上咱看真侪这种，但是因无要信。倒边来讲，如果若有一个人，伊有足大的宗教的热情，但是伊无道德的行为，伊无法度去做出来。伊敢若有宗教的热情，无去做出来，安尼信心也无行为，是死的。所以伫咱今仔日的经节，第六节甲第八节，就讲到以色列的人民。伊为着头前上帝在甲伊讲，伊较早对伊偌好的时，因哪会即摆对伊安尼敌对的时，因提出来因的辩护。咱就对这经文，咱就看到当时因的态度。伊就讲，我就近耶和华，跪拜至高的上帝，得用啥物啊？得用烧祭也是满年的牛啊来就近伊啊？耶和华欢喜千只的公羊吗？也是万条溪的油啊！我着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吗？为着我心内的罪恶献我本身所生的吗？意思就是讲，我着炸什么礼物来敬上帝？我着安怎来敬拜伫天顶的上帝？我甲上好的。这只牛啊，烧化者来烧互伊，是毋是？还是规千只的牛、公羊来烧互伊？还是像几万条的河，会敢若油遐尼济油来献互伊，伊会欢喜？我献上我的大囝来替我赎罪吗？所以米迦伊用人民，就是以色列人民，伊自问家己问家己的方式来为家己。来辩护，来讲爱献上帝啥物也好，所以讲献羊啦、献羊啦、献牛啊，真明显。米迦伊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想法，伊真清楚。因敢若想要用献祭宗教仪式，要来得到上帝的欢喜，因要敢若要用迄个尔。因无打算要付诸行动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所以人讲伊有宗教的热情，但是伊无道德的行为，无要去行出来。安尼这就是标准的吼，有信心无行为，这个是死的。所以煞接伫第八节，米迦就回答了因家己的自问自答。米迦伫第八节的回答，就来到咱今仔日的主题。人啊，伊捌指示你啥物是好，耶和华爱你啥物，独独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，甲你的上帝三角行。这个回答是上帝对人民生活上的基本要求哦，基本的哦，这是基本的要求。米迦当时嘛，毋望这个回答来纠正，来反转人民对
敬拜上帝的误会。所以讲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，什么是好的。你只要行公义，心存怜悯、谦卑，甲你的上帝三角行。所以人民伊误解，伊就是讲你摕外在的物件，啊来烧互上帝，你就会使得到上帝的欢喜。结果，上帝爱的是献祭的人，伊家己，伊本身伊的生活的内容，甲伊生命的本质。上帝欢喜的是献祭人，伊本身的生活的内容，伊安怎生活的？吼，伊生命的本质是啥物？毋是讲你摕啥物牛啊、羊啊，还是献油啊，还是献你的大囝来甲献祭。所以，假做上帝的子民，咱必须要行公义，心存怜悯、谦卑，甲上帝同行。这才是上帝要爱咱做的，伊所讲的好的代志，伊所欢喜的代志。所以讲，以色列民伊专注归心伫找伊生活之物，要来互上帝欢喜，这是人民大大的误解。我相信这个误解，甲像是咱的社会，咱可能拢阁看会到。若安尼，行公义，心存怜悯。什么是公义？伫咱日常的生活中间，咱常常会甲公平来结连。伫过去的60-70年，咱经历台湾社会的经济对开发中到即卖已经开发，咱的政治对较早戒严专制到即卖民主轮替，咱拢见证了整个社会迄个制度建立的过程，嘛体验足侪伫经济甲政治上迄个正义甲公平迄个过渡时期的经过。以劳工制度来讲，逐礼拜爱工作几点钟，逐礼拜休几工，劳工的退休制度，这拢是伫过去慢慢一项建立起来。迄阵我就定定咧想讲，天下间敢真正有公平即款的代志？因为私底下，若同事较早咧上班，若同事咧开讲，拢定来讲，我领偌济钱，做偌济代志。我相信咱可能开讲嘛，拢捌听过的讲法。但是若到公司咧开会，公司迄个薪资委员会就是要调薪嘛，薪资委员会，还是讲奖惩委员会要加奖啊，要发奖金的时，伫公司咧考虑咧思考的，确实讲，即个员工伊是做了偌济代志，来互伊偌济钱。所以你看，一个想讲我领偌济，我就做偌济就好啊。一个是讲看伊做偌济，我再要发偌济互伊。所以讲，即边咱看到公平，到底是啥个公平？是员工的公平，还是公司的公平？基本上，咱知影，咱若咧找头路，咱定定咧讲钱多事少离家近，睡觉睡到自然醒。但是伫公司，因所要求的却是讲，薪资的成本爱较低咧，工作效率爱较悬咧。上好是真拍拼咧做工课，安尼上好。所以讲，咱就看到同款一份薪水，领的人感觉少，发的人感觉伤济。所以讲，若安尼来看，这公平到底是啥个公平？我若无记毋对，一般的人拢是徛伫家己的立场来讲家己的公平。咱搁用政治制度来看，台湾立法院的精彩的乱象，我想早就已经是
国际拢真了解，拢真熟悉。咱嘛定定看到一个法案，还是一个社会事件，安尼条约无共款的政党，因就为着因家己的政治的利益来互相指责对方，不公不义，两边拢讲对方是不公不义，安尼行公义，心存人民，安尼公义是伫倒位？这公义是到底是谁的公义？是执政党的公义，还是在野党的公义？所以一般人咧讲公义，讲的嘛是讲伊对伊家己有利益的公义。啊，超出这个公义，咱转来咱第八节的经节。人啊，你捌指示你啥物是好？耶和华爱你啥物？独独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，甲你的上帝三角行。经文当中，伊真清楚甲咱讲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啥物是好，已经指示咱啦，啊是伫倒位指示咱，甲咱讲啥物是好。我相信咱大家拢真有印象，不管是伫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，拢真侪所在甲咱讲，咱来帮衬寡妇、孤儿，爱帮衬出外无依无我的旅客、出外的人，咱嘛看到耶稣满世界医病赶鬼，这拢是咧帮衬迄个软弱无力、无法度家己生活的人。所以这就是上帝甲咱讲的，啥物是好，就是去帮衬无法度家己生活的人，这就是上帝的好。啊，拄则咱有讲到宪制代志发现哦，原来人民大大的误解，就是去款一寡有诶无诶来献，就会使得到上帝的欢喜。上帝是爱你本身的生活生命，毋是爱你献啥物。所以这个误会，啊，即摆咱咧敲找啥个公义的时，咱佫发现佫较大的误解。这个公义，咱头拄仔看到，毋是咱对咱有利的公义。这个公义，上帝讲好的这个公义，是咱爱去帮衬需要帮衬人的公义，这才是上帝的公义，这是伊所甲咱讲的好。耶稣甲咱讲的上大的诫命，疼厝边，亲像疼家己。保罗甲咱讲，万事互相效力。所以讲，这拢是你去怜悯伫苦难中的人，啊，你采取行动，你伸出你帮助恁的手，这才是上帝甲咱讲，伊看做是好的，这才是上帝爱咱所行的公义，毋是世间人为着伊的利益来争取伊家己的公平、公义，这才是公义。所以，这佫互咱看到一般人咱大的误解。所以讲，爱存谦卑的心来甲上帝相共行。啊，若无你所做的代志，若袂当得到上帝的欢喜，嘛无法度要互上帝甲你相共行。你爱做伊欢喜的代志，所以咱存谦卑的心，要互上帝甲你相共行。你就是爱做伊看做是好的代志，是伊认为好的，毋是你认为好的。你认为好的，伊认为无好，伊袂欢喜喜甲你相共行。所以咱今仔日就会了解，伫今仔日经济咱就了解讲，咱要献是献咱家己的生活，献咱家己的生命的内容。咱要行的公义是去帮衬别人，毋是为着咱的家己的利益的公义。那安尼，上帝的公义对现代的社会有啥物启示？
美国的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，伊伫1941年的美国国会国情咨文，伊演讲中，伊提出来，伊讲世界各地的人，拢应该享受有4项足基本的自由，就是言论的自由、宗教的自由、免得欠亏的自由，佮免得惊吓的自由。这个就是真有名的4大自由。这4大自由基本上伊有符合咱上帝咧所讲的，迄个帮助需要帮助无法度生活、无能力生活的人，伊的要求。啊，伫咱家己台湾的宪法，就是中华民国宪法中间，嘛有回应这个自由，特别是伫第8条，伊有真具体来回应这个免于恐惧，就是互你免惊吓的这个自由，有更较真具体的规范。当然，咱时代咧变迁，伫这4大自由中间，会互咱看到，你若言论需要帮助的人，得到帮助；宗教需要帮助的人，得到帮助；你的生活欠缺的人，得到帮助。你为着啥物惊吓的人？譬如讲，咱即马的疫情，咱为着咱即马疫情咧传染，咱会惊吓，咱会得到帮助。这个安尼有符合着上帝公义伫即马时代意义，可能是安尼。咱会使看到人的需要，毋若敢若较早即个旧约甲新约所讲的即个孤儿寡妇需要帮助哪定。其实，即摆妇女因的独立生活的能力，咱咧讲无生活能力，其实即摆妇女独立生活的能力，无一定会比查甫的较不如，有的工作嘛是真好，真有能力。所以讲，现代意义的上帝的公义，若会使落实伫这4方面的自由，安尼咱上帝公义伊会使彰显，会使落实。咱来看即摆中东的战争，也是看香港过旧年的事件，咱就会当真清楚明白，实现这4大自由呢，确实就会使互上帝的公义来落实伫咱即摆社会。所以，这个自由的4个大自由嘛，是即摆是政府应该着爱做的代志。啊，若对于咱即摆所面对的疫情，这互咱的健康、甲咱的生活有得到会惊吓，对咱的即摆疫情，今仔经济佫有啥物启示咧？咱台湾的防疫做得真好，当然，咱全国一心一致，咱真拍拼、真努力，无毋对。不过，我确信，这一切拢有上帝的保护伫中间。当然，疫情对咱的健康、甲咱的生命安全，伊造成了足大的威胁，互咱会真惊吓。毋过，注即个疫苗会使免去咱的惊吓。不过，这疫苗的乱象，我相信我嘛无需要直接加讲真济，大家可能伫电视嘛看足济。疫苗伊虽然毋是解药，但是伊是类似预防的药。咱伫真济武侠小说、武侠片还是武侠小说中，咱会看到讲，若有倒一帮派的首领，还是重要的人中毒，啊，全教的人就拼命要去找解药，较远就去，较困难就甲人相战。啊，若找袂到解药，因会想办法去炼药，要来解毒，要来救首领。
啊，对台湾来讲，咱目前咱已经开发出咱家己的疫苗，这就是预防药。我的感觉，咱有法度开发出来这个疫苗，这的确嘛是上帝甲咱的帮助。这我是要安怎？我安怎讲？我有遮确定呢？咱来看咱的隔壁，咱来看咱的韩国，咱来看咱的日本，伊的国家、伊的国力来甲咱做比较。因个打无疫苗呢，因还搁在努力呢，还在努力呢。他们还没有疫苗呢。我毋知影大家有注意到无？我若想到这，我就跪落来感谢上帝。我确定，这拢是上帝甲咱的帮助。WHO 伊评估要加强加强剂的使用，要纳入高端疫苗。因为足侪数字实验的数字，互因有这个信心，要将高端疫苗纳入这个加强剂。过来，高端疫苗得到 WHO 的赞助，要伫哥伦比亚要开始进行第3剂的临床实验，这咱的高端疫苗。个高端疫苗，因嘛宣布讲，要用迄个免疫调节的方式来进行欧盟 EMA 第3期迄个临床试验，来争取欧洲联盟的认证。免疫调节就是讲，你用甲即马咧用的疫苗的数据的比较，来向欧洲联盟要来争取认证。所以咱看到讲，咱的成绩真好。当然，甲当还未甲最后完美的阶段，但是咱应该是搁较努力，搁较来帮咱，互咱家己开发出来的疫苗，互伊搁较成熟、搁较完美，来成做咱的保护，来互咱会使免除咱伫生命安全会使得到，咱伫生命安全顶悬袂来惊吓，较毋是讲来批评伊，来破坏伊。要互伊无法度来成功，这咱有看真侪这方面的消息。我想，我伫遮，我毋是要讲政治，我要讲的是生命安全。咱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咱会使透过咱的祈祷，因为咱已经得到遮侪保护，上帝遮侪恩典。遮侪保守，咱伫即个要紧的关头，咱应该透过咱的祈祷，或者是咱有其他的实际的支持，互相来效力，互咱即个疫苗的一切会当美好，会当紧紧来完成。所以行公义，心存怜悯。上帝爱咱心存怜悯，来行出爱人如己、疼厝边，敢若疼家己迄款的公义。所以咱即摆现在上界需要的，咱上界需要的帮助，都是去免除咱伫生命中间咱所拄着的惊吓甲恐怖。所以讲。这个代志靠个人的力量可能无法度，这要大家合作，万事互相的效力，大家来努力，才有法度来免除去咱生命中咱所受到的威胁。我相信上帝已经伫这个所在，这块水的岛屿，遮尔济的保护甲照顾。我相信，将咱的疫苗来发展好，伫这个要紧的关头，大家互相落去合作，
互万事来互相效力。这个是上帝看作好、看作对、看作欢喜的代志。那安尼行，伊就会快快乐乐，要教咱三当行，伫咱以后幸福、平安、喜乐的日子当中，嘛真做咱随时的帮赞，甲上大的祝福。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听我来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用今仔日的话语，搁一摆来鼓励阮，通紧紧转来你的殿前，来得到灵灵的把握，来领受满满的启示。求主开阔阮灵敏的心，通勇敢伸出去帮助需要帮助人的手。啊，嘛通互相效力，来坚固阮全体防疫的能力，来彰显你的公义，互阮美丽的台湾来荣耀你的圣名，来对归荣光伫天顶宝座的你。感谢天父，听阮的祈祷，我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请咱做伙献开圣诗第547首，求主带阮甲你同行。圣诗第547首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。求主带我甲你同行，谦顺服侍人类路途。互我学你有力通当，一切着磨艰难困苦。请咱起立跟全首。这时，请咱备办心来奉献。
伫咱今日到算小上帝恩典的时时，咱嘛爱来回应上帝的恩典，所以咱做伙来奉献。若请是认捌上帝恩典的人，嘛免强。请坐。这时我来报告，伫咧报告的大声，请咱做伙掀开周报头前的金句，第二页的金句，咱做伙来读。今仔日的金句，请。人啊，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，耶和华爱你什么，独独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。米迦书6章8节，搁一遍。人啊，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，耶和华爱你什么，独独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。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，米迦书6章8节。后礼拜的圣工分担，领唱是许义丽姐妹，司礼是张义胜长老，司琴是张路佳姐妹，献诗是献歌队，司献是林宗豪、彭兆亮，交代是彭兆亮、陈顺祥、张世兴，音控是李尔博、张建传。刚讲的经理是柯博书，来州的值州执事是林宗豪，职月的长老是张义胜长老。来州聚会的内容，拜三的查经祈祷会，第一幕是开路先锋，经文请大家家己来看。主理是黄宗健传道师书会是施新宇接书。后礼拜的第一幕讲道的第一幕是焦点人物，圣经圣诗，搁有启应金句的记载伫咧下面，请咱大家备办心来准备。主理是许牧师，咱先开着后壁的周报告的内容。第6页，第一点是敬拜团的开会通知。本主日礼拜下晡1点。伫咧会小要召开同工会，请咱敬拜团的同工出席参与。第2点是本会伫咧后主日，就是伫咧后主日啊，10月3号要来举办洗礼，欢迎要洗礼的兄弟姊妹会使来参加今仔日下晡1点到5点的课程。主讲是咱科博书。
第三点是奖学金的申请，若有符合即个成绩标准的同学，请甲你的成绩单啊，佮有申请表交互咱的行政干事。第四点是圣礼殿，后主日礼拜要来举办圣礼殿，迄天的圣餐奉献是要为着教会的牧师馆来奉献，请兄姊备办心。第五点，少年团契有家己的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，欢迎兄弟会当搜寻文山长老教会少年团契，来了解咱少年团契最近发生的代志，嘛是会当为即个 QR code 扫描，若有年会较年长的需要斗3工，会使找咱的青少年来斗3工。第六点是10月份的唱生，咱交互柯牧师。咱10月份生日的兄弟吼，我想在场有足多，邀请恁站起来，我们为你唱生日快乐歌，以及要为恁祝福吼。咱请10月份的请站起来，咱台语甲英文拢唱一届了，再为恁祝福。来，咱做伙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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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做伙来为因祈祷。全能的爸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愿感谢你。你听阮众兄弟姊妹，伫阮中间有10月份生日的这兄弟，主，你过去安怎看顾保守因，互因伫每一天内面，拢会当算效你对因的恩典。只是阮为着因的生日，阮伫遮同齐欢喜。阮伫遮为因祝福，愿主亲身看顾因，互因对今仔日开始一直到以后的每一天，拢有主你的平安的同在，拢有主你所享受的喜乐的同在，互因领受满满的恩典，祝福因伫因的身躯顶，嘛祝福伫因的家庭。愿将10月份生日的兄弟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扶持看顾因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咱搁一届甲因讲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请坐。生日快乐！搁有一点是补充报告，是咱圣工的事项表已经准备安排好啊，需要纸本，写出来迄兄弟，同工会使来咱1楼的柜台领取。好，今仔有新来的新朋友介绍。今仔日有一位政大的学生汪博月，咱请伊徛起来，大家欢迎。伊是政大民族学系1年级的伊是花莲来美伦长老教会，咱欢迎伊，希望伊会使继续咱参加咱的聚会，谢谢。一致欢迎，终身欢迎。好，即马请咱做伙来吟上英的圣诗第393首《俄罗专灵稳定主宰》。吟诗煞，请咱柯牧师来为咱祝祷。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下来祝福。
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愿望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热倒。今日礼拜到这所在，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